收咗新樓唔知由邊入手嘅朋友，成日裝修又踩坑嘅朋友，一係要跑好多個建材市場，又冇專業嘅設計參考，真係越裝越亂。呢條片千祈唔好行開啊！今日帶大家嚟睇睇珠海世邦家居5號館。呢度絕對係粵港澳街坊裝修最穩陣嘅寶藏地。呢度鄰近港澳，交通超便利。成個場館足足9萬平方米，係整個大灣區入面規模超大嘅專業建材定製館。呢度唔係普通嗰種建材街，而係成個展廳級別嘅體驗館。無論你係新屋毛坯裝修、舊屋大翻新，呢度都可以幫你搞掂，一條龍配齊，唔使再跑幾個建材市場。一入嚟主層，呢一層主打全屋定製，除咗板材定製，呢度仲有好多特色工藝，包括不鏽鋼定製、全鋁定製等等。無論你想做輕奢、極簡或者工業風，呢度都可以滿足。上到一層，呢度集齊衛浴、瓷磚、家電等等品類。呢度有珠海最大嘅滔淘旗艦店，奢侈品品牌范思捷瓷磚，仲有科勒、箭牌、萬可波羅、英牌、東鵬、九牧等知名品牌。咩風格嘅款式呢度都可以揾到。睇下呢啲瓷磚花紋，全部都係而家大熱嘅風格，全屋通鋪超百搭，而且仲有帶紋理嘅，防滑又實用，特別適合鋪喺洗手間，好似方太、松下、怡口、林內、30呢啲大牌子，呢度通通都可以揾到。無論你想揾廚衛家電、中央空調，亦或係全屋淨水系統都冇問題。而且珠海世邦家居5號館依家仲有大量門窗、地板、吊頂、軟裝、室內樓梯、電梯、陽台、園林、燈光、塗料、智能家居等家裝配套品類，好似 YKK 洋紫地板、友邦吊頂、麗感軟裝、心態陽台庭院定製、幾一燈光設計、塔薩尼塗料、華為智能等等，呢啲裝修所需嘅知名建材品牌，基本都喺晒呢度啦，一次過可以睇齊、比齊、揀齊。真係慳時又慳力啊！呢個館最大嘅亮點就係呢個係灣區珠海設計師基地，館內2至3層有好多專業裝飾設計公司。如果你係裝修小白，又想揾專業團隊幫你搞掂全屋設計，直接過嚟5號館同設計師1對1溝通，只要講出你嘅諗法，設計師都可以幫你實現。最方便嘅係仲可以直接帶你落樓揀建材，設計方案唔使靠想像，樓上傾完，樓下即刻可以揀到實物，一站式配齊裝修所需嘅材料。相比港澳本地市場，呢度款式更全，選擇更多，性價比更高，絕對係港澳地區裝修嘅首選。講返大家最關心嘅服務問題，珠海世邦家居5號館嘅所有品牌都係支持送貨安裝嘅。另外，憑珠海世邦家居商場統一銷售單，即可享7大服務承諾，唔使擔心售後問題，買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講咗咁多，可能你會話上網睇相都得啦，梗係唔一樣啦。建材呢家嘢，觸感、光澤、真實顏色、圖片係代替唔到親身感受嘅。你嚟到呢度可以親手摸到塊岩板係唔係真係咁滑，體驗下智能家居係咪咁智能，甚至坐下張馬桶試下啲功能，都係好有必要㗎。一定要親自嚟一趟先知道啱唔啱自己。唔使擔心，商場營業時間內免費泊車，揸車嚟逛幾耐都冇壓力。仲等啲咩啊？記得同屋企人一齊過嚟睇下啦。中意呢條片就撳 like 同 share 俾要裝修嘅朋友。記得 mark 低條片啦，遲早一定用得着。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